歡迎嚟到百明哥嘅 channel， 記得訂閱同埋撳個鐘仔。新藝城出品喺台灣拍攝嘅電影《搭錯車》咧，未開拍之前咧都唔睇好，但係拍完之後咧喺排片上咧亦都唔睇好，所以佢嚟香港上映嘅時候咧，就因為呢個問題咧係重映咗11次，都係一個紀錄。佢嘅累積票房咧，居然咧係成為當年咧係香港用國語上映嘅電影咧係最高嘅票房紀錄。搭錯車當年喺20屆嘅金馬獎咧係獲得11項提名，喺第3屆嘅香港電影金像獎咧係攞到最佳音樂同埋最佳電影歌曲獎。咁由此可見咧，搭錯車嘅成功咧，電影歌曲咧亦都係好大嘅功勞嘅。咁呢一方面咧，余間平導演咧係盡咗好大嘅努力。咁當時余導演咧喺一個電視節目裏邊咧係睇到有一位女歌手咧係唱英文歌咧係唱得好叻，於是乎咧佢就打算咧係揾佢做幕後代唱，係代替女主角劉瑞琪咧係唱晒所有嘅電影歌曲嘅。於是佢就走遍台灣所有嘅唱片公司，希望咧係為佢心目中呢一位女歌手啦係出到唱片。點知所有嘅唱片公司都同佢講，佢話你講嗰個女歌手係唔會紅㗎，不如用我哋旗下嘅女歌手嚟同你唱主題曲啊，同埋插曲啦。但係余導演堅持己見，咁後嚟翻嚟同我商量，咁我就話：如果啲唱片公司唔出，咁我哋咪自己出咯。咁出個唱片要幾多錢啊？咁佢話俾我聽係100萬台幣。咁我就話好啦，就喺電影嘅製作預算裏邊撥100萬台幣出嚟，自己做唱片。原來100萬台幣做一隻唱片咧係好低嘅預算，咁所以導演咧係冇本事去揾一啲好貴嘅作曲家嚟同佢作曲，咁佢之後揾一啲業餘或者係一啲新進嘅作曲家嚟到作曲，包括當時仲係做緊醫生嘅羅大佑。羅大佑寫咗插曲《是否》，而導演咧亦都係一個唱得之人喎。咁佢喺戲裏邊咧亦合唱咗《請跟我來》，而呢個幕後代唱嘅就係後來非常受歡迎嘅蘇芮。百明哥今日要唱嘅就係喺金馬獎攞得最佳電影插曲，由李壽全作曲、蘇芮主唱嘅《一樣的月光》。什麼時候身旁的人已不再熟悉，人潮的擁擠拉開了我們的距離，沉寂的大地在靜靜的夜晚默默地哭泣。誰能告訴我，誰能告訴我，我們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我們？誰能告訴我？誰能告訴我？是我們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我和你？一樣的月光，一樣的照着心連心，一樣的冬天，一樣的灑着冰冷的雨，一樣的塵埃，一樣的在風中堆積。一樣的笑容，一樣的淚水，一樣的日子，一樣的我和你，一樣的笑容，一樣的淚水，一樣的日子，一樣的我。
產生都成了記憶。什麼時候加上變了如此的擁擠？高樓大廈到處聳立，七彩以後滿臉紅染的如此的熟悉。誰能告訴我？誰能告訴我？是我們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我們你？誰能告訴我？誰能告訴我？是我們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我和你？一樣的月光，一樣的照着心連心，一樣的冬天，一樣的灑着冰冷的雨，一樣的塵埃，一樣的在風中堆積，一樣的笑容，一樣的淚水，一樣的日子，一樣的我和你，一樣的笑容，一樣的淚水，一樣的日子，一樣的我和你。我喺新嘅成年代製作咗3套悲劇，令到3個男主角成為影帝，包括1983年講父女情嘅《搭錯車》，孫越攞到金馬獎最佳男主角；1985年講母子情嘅《何必有我》，鄭則仕係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1989年講父子情嘅《阿郎的故事》，周潤發亦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嘅最佳男主角。孫越喺演搭錯車之前咧，大部分都係演反派，結果佢演啞巴就攞咗影帝，跟住就大紅大紫。今年金像獎咧都有演啞巴嘅游學修咧，係被提名最佳男主角。預祝呢位年青人成功。鍾意條影片嘅就記得 CLSS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下條片見。